业，您能讲一个您知道的著名事件吗？著名事件，对，美国轰炸珍珠港。强心针可以打在痔疮上面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呢？一般打在哪里？打在头顶。您对网恋有什么看法？那个我看哈，他的是那个的嘛，他涂的死的嘛，来网里的嘛。啊，对，正儿八经是涂的死网的，他看不得是吃饭，不得是在家的工作，晓得吗？您觉得痔疮可以用手捏爆吗？有人上去，别人什么眼都没看。来，用一句话形容一下您自己。我觉得很漂亮，但我照到镜子很丑呢。您觉得您的为人怎么样？我为人紧张。